第3主日，12月圣诞月是我上喜欢的节期。每一摆圣诞诗歌响起，充满温暖、望甲听。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望来亲近你，天下你爱你，圣神请你来，改变我的心，荣耀。各位一摆来呼求圣洁救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文哥，牧师今仔要透放的信息，特别祝福今仔日参与侍奉的大。起立，来呼求咱的救主上帝。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救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改变我的心，让我更加亲像你。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我敬拜你荣耀，我求主，荣耀，荣耀，我求主。靠主耶稣的圣，靠主耶稣，我们靠你来的圣，我的心被我靠主耶稣的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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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条条失败，主耶稣稳定我是你，因错我的圣。
听我要宣告，我让你的改变。你做听我要宣告，你是好。你做听我要宣告，免叫也失败，主耶稣稳定我是你。搁一摆大声来宣告，咱要靠主耶稣的姓，靠主耶稣。 你是全能主，我们依靠主耶稣来得胜，而你经历靠主耶稣得胜的稳定的滋味。即是邀请大家做伙开声来祈祷，宣告耶稣救护祈愿，愿你经历主稳定的滋味，而你靠主得胜。我们用你来祈祷，用你来呼求，我们大声宣告耶稣是得胜的主，做伙举起咱的双手来呼求，靠主耶稣得胜。 耶稣的胜，主耶稣，你是值得咱荣耀的，阿门。咱做伙拍拍我来荣耀咱的上帝。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 还上帝，做伙来吟圣诗290。
罗，让心为你做不做？天使世人三甲金丝，天顶对大欢喜。关山深谷，残野草花，青翠边缘凉风吹。这是我今生最泉，喜乐源头，人海广阔最长老。上主天伯，地动兄弟，四海一家亲无比。人人三听，好不客气，享受宴乐宴无离。日月星星三甲音声，日月恶乐主生命。上帝主爱普及人类，求救三听皆宝贵。哈利路亚，我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你奇妙圣日，互阮众人类，互阮通调起你，通敬拜你，通学乐你。阮快乐，阮要来敬拜，因为阮要将歌声学乐来敬拜上帝你，享受天顶恩典满满伫阮人的中间。感谢主，互阮来到你面前的时，阮知影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互世间人以及所有地球一切生物，享受因生命有田园、有花芳、有水的世界。主啊，阮要逐项为着逐项来献上感恩。阮今日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恩典祝福满满伫阮的中间，也互阮通过你的话得到祝福。阮也要举行圣礼典以及洗礼式，愿主恩典看顾伫阮中间，愿一切的礼式拢荣耀主的名。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日姊妹，咱依然徛地吼，咱要用使徒圣经纪念来告白咱的信仰，咱齐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要举行。我来请英文第22。来啊，咱来鞠躬。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万米各有荣光，生命道路真理的主，你互死了的人有互阮有安慰甲平安，会当为家己来祈祷，也会当替人来带来智慧甲。阮也准备心来迎接救主耶稣降生，为着教会中身体欠安，伫经济上中身体欠安，伫经济上有重担，伫国外工作，也求主保守。33章14节到16节，第二段马太福音第1章22节到23节，
我来读第一节。上主讲，时至要到，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大人应允的祝福，拢要实现。是伫遐的时日，我要互大比的细下发一支公义的旗，伊要伫即个土地施行下无输功德。通过常用诗一班，互咱通过这诗歌，搁一片同心主的敬拜。降者、抬杠者，就是较无，也是期待吼，也是讲迄个足短篇小说之王，大学的青年吼，是有误差。啊，不过结果不一定好甲歹，不一定哦。伊咧讲，即个先生暗中家己去准备。好，圣诞节平安未到两个人吼足期待，听拢挂伫遮对毋对？较早的人吼，伊太太吼，用一条巾包伊的头壳。伊的先生呢，落地吼，缀一项物件安尼。即就是讲好。圣诞节平安夜到来，我们第一张圣诞树头前来，1、2、3，把你的礼物摕出来，摕出来，哇！你知这礼物摕出来结果是甚么呢？听好足久的礼物，伊的先生甲伊拍开，讲美丽的太太搁较水相得益彰安尼锦上添花变一条短发俏丽的短发。画区都无效迄画术都无效。原来因双方为着疼对方、替对方想，这个先生就甲伊的迄个怀表甲伊卖去去当外国人因拢会看伫拍开的时阵，发现讲我准备的礼物对方拢无需要。所以两个人就揽起来吵就对啦，讲无一定是你家己的结果啦，无一定是这个结果。现在咱要过抬杠节呢，咱犹太人一直在听候弥赛亚降临，对着因受掠，受掠去巴比伦去亚述。现在的犹太人，因还搁在期待因的弥赛亚，但是咱基督徒已经确信2000。咱听候的弥赛亚已经来临。你有啥物差别呢？真有意思。咱基督徒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临。咱看以赛亚30章18节安尼讲：上主要咧听候要施恩互锡安，伊一定要起来临命令。上主是公义的上帝，所有听候伊的人真福气。有影？上帝要听候祝福咱，咱嘛咧听候要领这个礼物。这是相得益彰，就是两项拄好夹做伙上介好安尼。咱拄仔就看见头一段经文，以耶利米书33章14节到16节，互咱三就代笔兴起正义的旗，土地的顶面用公平正义来治国。这是一个上顶的语言，事实就是上顶，伊要找伊的囝主耶稣基督要来到世间。要来掌管这个世间治理这个国政，这咱地面上的政治是无相像的。不过你嘛会发现讲，这款的期待嘛是类似啦。咱知影总统要选举照顾有平安无惊吓，甚至甲外国在外的降生是一种纪念，是一种提醒，是一种信仰。会再做，也是讲信仰的确信。但是基督徒搁较在期待，就是讲，我要把这个已经得到的生命的应允救赎，我也要坚持，我要持续，伫我人生的日子伫世间，搁将我的人生的日子，搁来听候主耶稣对天再临，这款的渴望悠然持续着。所以基督徒有两种
的渴望的赞处，第一项是回顾犹太人迄个时代咧听候弥赛亚降临，咱已经得到啊，但是咱得纪念，咱得确认降临，这是何等美好拯救的事。咱小等下要领受圣餐，也是咧证明这项代志。但是咱基督徒知影，现在要活伫这个俗世的世界，咱更较得听候是咱的主耶稣，伊对天顶要搁再临。所以抬杠节是听候的季节，咱要听候主降临。咱相信上帝要施恩，同时嘛是咱常常保持一个悔改的态度，是毋是？咱对主的信有冷淡去啊，还是失觉察去啊，还是无感受到上帝拯救迄款的力度啊？所以咱有悔改，意思讲我要去重新再回转来啊，渴望主耶稣，迎接主耶稣但是咱也确认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所以咱看见马太福音有记载讲，你看，在小女为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同在。这位以马内利的主已经降临，要通过在小女玛利亚来生囝，号做以马内利，是伊甲咱同在。第二项的赞处的愿望是甚么呢？咱愿望已经上天的救主耶稣搁再临，已经上天的主耶稣搁再临。拄好拜二咱教会有一只游览车吼，咱的乡里咱有一寡小组的兄弟，大家坐车吼，去到咱迄个乡里的会安尼吼。大家参加这个。大家参加这个聚会，拄啊好因的牧师咧主持这个礼式吼，礼式，伊就咧用到帖撒罗尼迦的圣经，伫勉励讲，咱遮个已经离开的亲人吼，已经肉体已经过往的亲人，甲咱遮在伫世间的亲人。是安怎来面对主耶稣的再临呢？伊讲，当主耶稣再临的时阵，咱遮已经过往的前辈，咱的祖先，因要搁起来，甲咱做伙比无机会人赢记住。保罗就是用帖撒罗尼迦这段经文来伫勉励啦，吼，来伫祝福因安尼。他伫迄个中间有引用到这段经文，就是咧讲天使。伫主耶稣上天的时阵，出现伫迄阵的温度甲遐信度的中间，耶稣被提上天嘛吼，坐云上天。咱足侪迄个图片拢有讲到这啦吼。天使呢，有对遮的百姓讲，遮的温度讲一句话，就是下面这段《使徒行传》1章10节到11节，讲因要伫注目看，遮伫看天啊，这位离开恁。受接上天的耶稣，恁看见伊安尼上天，伊嘛会照安尼过来。这是圣话啦吼，咱足侪画家真后画耶稣上天，才会百姓伫遐看见耶稣上天吼。这个另外一种的图片吼，这是较古典的图片吼。兄弟姊妹，这互咱基督徒心款的启示。你当年来遮过抬杠节，吼！你逐年来遮过圣诞节，你毋通留伫讲哦，从我细汉到即阵吼，逐年嘛咧庆祝，有啥物意思呢？那安尼你会感觉讲，你已经对着即个救恩的时代无去啊，无去啊！我即几工伫问道理的时候，去报佳音啦，去报佳音吼。报佳音什么意思？伊讲，迄阵咱台湾吼，12月25号还佫有放假，你敢知？所以迄代的少年人吼，上爱的就是讲24暗，哇，开无像现在遐热啦，吼，较早足寒的就对啦。大家就烧酒，若较庄脚用行路的，吼，招一阵，去到会友的厝门口唱歌，平安夜、圣诞夜，就甲因报佳音就对吼。因为吼，逐间拢爱去咧，所以报透早3-4点是足正常的。伊无感觉艰苦，伊感觉讲哦，安尼介好，毋免转去厝啊，转来拄仔啉一杯，困到天光，困到饱饱，因为
25号迄天吼，行宪纪念日。咱的政府毋是叫咱过圣诞节，伊是叫咱过行宪纪念日，咱互咱放假，吼啊，困啊安尼，就要11、2点啊，咱爬起来，搁食一顿中昼甲咸早起安尼，啊，咱转去，啊讲心满意足安尼。有影？即款的气氛吼，我想现在20岁以下的人无拄着，因为即马都无放假咧，吼，反正即马也无咧报佳音啊啦。啊，所以说社会咧变化，咱有可能会受影响。有影？少年时代即款的感受嘛，足好。我迄阵伫庄脚嘛安尼啊，吼，迄风透啊寒甲吼，啊，就感觉讲无参加足无彩。啊，有诶较细汉的拄久伊嘛甘要参加吼，感觉这是一生上好的回忆就对啦。啊，伊降生就带来救赎，但是咱基督徒搁较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我准备好啊，我准备好。耶稣搁再临的时阵，即个天使甲因甲这个文道讲来讲，即位离开，恁接受上天的耶稣，恁看见伊安怎上天，也要安怎过来。耶稣上天的时阵，咱看袂到，但是咱一定会当赢记住耶稣再临，因为无论咱现在活地即群人，吼，可能等下也是明仔载，耶稣要来，咱拢毋知哦。但是不管如何，可能我。亲像咱在讲的即个思源者伊的妈妈，上帝已经带去啊，伊嘛赢子会着咧，你敢知？啊，所以咱若是世间的日子结束，咱犹原看到即个日子的降临。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救赎，是一个永恒的愿望。所以咱活命的救赎，毋若是伫咱现在人物，现在接受。今仔日咱第一场有7位的兄弟要受洗，请恁会记得。恁得到这款的愿望是永久的哦，吼！我阵得到，已经知影我是受救赎的、受救恩的。但是我无论到什么日子，耶稣再临的时阵，我就是有这个身份就对啦。最近吼，咱台湾吼，哇，足流行的看演唱会啦，啊抢门票啦，吼啊大巨蛋一个要开幕吼，逐个人半暝去遐排队啊，卖黄牛票，互人掠着吼，来买你甲看，出来看，所以。即摆人的迄款趣味吼，有无共款啦？但是要得到迄个门票，遐尼几位，请你会记得，你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票，袂落去的，嘛袂无去的，啊嘛袂使转卖的，是一个永恒救恩的票，是主耶稣用宝血替你买的。今仔日咱有兄弟要说咧，我愿望恁会当记得你们的珍贵，吼。你们一个新的生日在今天开始，因为上帝给你们一个用宝血、用他的生命所换来的永生的门票。我期待我会看你这个身份无？我一张票有落去无？有去无去无？还是黄牛买去啊？还是你一直持续这个永恒的愿望？这个永修持续愿望持续警醒，是呢？要用顶头死的性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迄个有愿望的人啊，有愿望耶稣基督再来啊，我就是要有这个身份来配合你生活作息的事，你拢会用这个做中心，知影我是活伫一个有永恒愿望的人啊。经过迄个山路吼，有时会迄个。咬人猫呢？吼，啊有迄刺皮甲你赶规个，但是你为着要登即个3000公尺的山漂，难免会拄着困扰。但是你要甲即个当作是主动，所以基督徒安怎用你专心的活命来见证即个愿望，是咱基督徒上要紧上了的任务。有时咱家己的心情肉体会软弱，所以你爱兄弟姊妹互相鼓励、支持、提醒。啊，咱阁爱通过祈祷、圣神一直放即个愿望伫咱中间。兄弟姊妹，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咱准备要来做洗礼式哦，吼！啊，咱洗礼式咱有7位的兄弟，请恁准备啊，请长老才同工开始来准备，咱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得到。今仔日第一场有7位的兄弟，也要共款甲阮有份，做伙见证即个上帝。你的救恩，所以阮甲面煞我欢喜。
7月咱下面就要进行这个洗礼式吼。咱要唱一条诗歌是351首，上主的水泉一长有乌无上兄。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真爱倒落。第2站，上主的水泉，互人做我。好，我们7位到前面来了啊哈。咱请同工会让给因准备吼，互因的程序。第3站。为我大康避难。好，咱一面会做下面，搁受圣神的洗礼的兄弟，也有细汉的信仰，然后咱才会成人洗礼的兄弟来进一步来受洗礼吼。所以这个顺救主圣神做恁的弟兄蔡英涵姐妹，要为着恁来受洗礼，我来叫恁弟兄蔡英涵姐妹。要为着恁来受洗礼，我来叫恁的名是行来头前就会使。少年的要请你来跪点啊吼，咱请无上兄来行头前就好，这就会使吼，这就会使 ，OK， 好，安尼会使。我无上兄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好，请会，都下来，好 ，OK。好，我们请滕伟来前面的可以跪在起立，小心。来，我们请蔡韵涵到前面来，好，小心。好，蔡韵涵，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好，请起立。咱其中有咱的吕建德弟兄，伊是做信仰个别。咱的仁浩、燕荣甲怡婷是细汉就小儿洗礼，因坚实的宣告因的信仰，就完成。这时牧师来做宣告。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但我来做宣告。恁已经个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甲坚信的信仰个别。我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囝儿女来入伫你的教会，愿你赐福因，求你用。你的圣神降落因的顶面来坚固因的信，也赏赐因，互因结连的主耶稣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搅扰的时阵，互因一世人来服侍主。主啊，这个兄弟姊妹为人伫细汉就洗礼，一直伫教会的生活，愿你继续坚固因的信心，时故要固永新，时时更新因的信仰。成做一个望主再临迄款的信心，也影响着全家庭甲亲人朋友。阮也有今仔日决志受洗的兄弟，主啊，求你赐福，互因更较认捌这个信仰，知影因是恩典对主领受祝福，上水上美好，主你的百姓，互因成做富强的大家庭的一份子，享受着主内。一家三听三和三关心三祝福，一个美好的生活。愿主赐福因伫生活伫。咱用拍步啊，咱请向后转，向后转来。我大声
要来做简单的介绍，然后咱要请咱的长老唐伟弟兄，迄款诶专业吼，啊，伊就真正安尼去，伊吼少年时代细汉吼，就开始有一生的祷告上帝，说上帝啊，这个是不是你要为我预备的一个基督教机构的工作？真的，过来，第三个少年家吼，蔡韵涵也就一个。哦，韵涵，你看伊头前遐有迄个粉丝团体遐，粉丝团体，咱的韵涵吼，哇，真甘心哦，伊拢来拜六拢来伫咱的心灵转角在服务泡咖啡。你也看到一个古水的查某囡仔在服务哦，拜六较接来吼，伊咧甲咱服务安尼吼，伊吼妈妈吼拢有来咱的3人小组啦，所以伊就对妈妈来啊，所以有时咧伊若无读册，无上课的时阵，就来参加这个小组所以伊家己即届甲妈妈讲，我要志愿要来受洗安尼吼。咱蕴涵呢，伊吼是伫读药学的，是无？药学对无？伊读药学的，研究药学的准备以后要做药剂。伫咱青年路有一间教会受洗礼啊，伊看迄阵阁似懂非懂，就洗礼啊。后来断断续续跟教会有接触，但是伊后来嘛是真做咱新楼医院的同工啦伊是咱的院长的贴身秘书咧所以咧这边甲咱的院长支持，讲我参加这个幸福小组，启动幸福小组所以伊甲咱的唐伟就报名要受洗所以咱启动简单来介绍，就是咱的仁浩弟兄咱教会青年囡仔主持到现今啦伊青年时代足拍拼进入社会足工作，结婚家庭伊今年想讲，伊要继续伊的家庭这个美好的信仰，所以甲囡仔时代爸爸妈妈带伊来洗礼，伊今仔日家己告别伊的信仰，伊就是咱主成执事的后生最两张了咱的婷珍姐的后生伊伫咱教会有时定带人翕相啦真好的同工咱继续为伊祈祷虽然爸爸已经到天顶但是伊就是续接这个美好的传统若是咱的青年啦伊本身现在读高三啦定伊读什么？读轮机，伊讲要志愿去长荣海运做轮机长这系货柜轮世界四过走，伊讲伊趣味济啦。因爸爸有一阵烦恼讲阮这个囝是兴趣啥货安尼叫要读册考试，去伫遐无一定对伊有兴趣，但是对着轮机伊安怎，人讲怎开窍怎足趣味安尼这人拢有伊的恩典愿望伊真心想事成后摆看会当去你的船顶参观无感谢主。发明要求讲后摆小照顾一下来，最后一位古水的细囝少年人穆怡婷嘛有粉丝怡婷哇，最近1年来进步足多，1年那积极参与服事。伊本来是参加咱的这个题目台啦伊细汉就受洗伊的爸爸妈妈就是穆俊明石淑娟夫妇拄则燕荣的爸爸就是咱的博勋个玉芳博勋玉芳咱的这个燕荣要上那个船运咱的这个怡婷伊要做观光领队要做导游恭喜！起来，加油！上帝祝福你，好，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现在兄祝福你，恭喜！咱长老徛伫后壁面作为翕张，你们退后一步好吗？退后一步，你们全部退后一步，这样照相会比较集中一点我们站在这边，然后咱大位小组啦团体要上内面，咱翕张了速度快一点咱若要合照，自己小组的合照，咱这个另外我来徛遮，我徛遮来，咱请口罩小绑一下好无？咱做迄张纪念的相好，咱请这位看。
啊，即阵足闹热，啊，等下要单独照相哈，要单独照相的人哈，啊，咱伫礼拜煞再来进行。啊，咱小等来补翕相好无哈？小组再来补翕相。哇，这惊喜的礼物对吧？哈，这是惊喜的礼物哦，哈。嘿，好，那我们拿到礼物，请回座，等一下来补照相，好不好？小组照各自照相，在礼拜刷。好，来，那请回座，那赶紧泡泡者。好，我们要举行圣餐，咱要来举行圣餐，咱小会员来准备，啊，咱准备请司琴，咱来吟首诗歌，吼，吟首诗歌是愿打自执，甲主坐倒，355首，做伙来翕相安尼吼。咱看银幕，咱来唱。啊，第355首，第1节到2节。愿打主执，甲主坐倒，专心来听你的话。但愿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地高圣经信仰故事，日愿心来做梦幻，甲愿通过至圣的生活做见证，听心。哦，你赦免无怨叹。好愿看见主你形象，伫你救赎的世间。所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兄弟姊妹，请恁。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啊！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纪念我，即时咱要请小会员来服侍，啊！纪念我，即时咱要请小会员来服侍，啊！咱今仔日用的是2合1，吼，咱做伙一遍来体，啊！咱即时请小会员。吼，今仔日受洗更新礼，你会当领吼，啊！咱摕伫手中的时阵。因咱这是2合1所密封的吼，头一层是薄膜，透明的薄膜，你甲扭开，这个属灵的帮衬啊，咱要有分伫耶稣基督的身躯甲保护，啊，所以你小可把迄个第一层的薄膜先拉开，把这个饼放在手上，你跟上帝祷告，甲上帝祈祷讲主啊，你的救恩我要得到，我要确信，而且毋若是我得到这个救恩。我阁望主耶稣的再临，我有这个身份，领角的吼，也是较门边的，咱主动来行来头前，甲咱的长老也来领这个2合1的圣餐。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伫婴儿室的兄弟哈，若有你咱行出来哈，也是咱请小的因伫无共款的这个场次，爱当来到教会，伫礼拜堂伫遮来领这个圣餐。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有人无摕到的，请你握一个手哈，
吼，咱的小会员无甲你闹交去，咱的音响室啦，逐位吼，你免客气。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福分，因为咱证明主耶稣的救恩，我已经得到，得到这永恒的盼望，领受这个上界宝贵的身份。我是天国的子民，我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搁一遍问大家，毋知有啥物人闹交无摕到无？好，咱甲咱的饼摕咧吼。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拜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永恒的愿望是救赎的确信。愿主将做工已经退休的牧者，甚至有的年老已经需要人照顾，这中接事就是来收奉献。开始音乐，请奏乐。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请坐，请坐。报告大仙，咱先来读本会经句，请大家掀开周报上尾一页。我来读。求你教示阮安怎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咱家己看。周报第三页，集体交通。本会今仔日举行圣餐甲洗礼式。第4点，本会定伫后主日12月24举行圣诞赞美礼拜甲庆祝会。周报第5页，教会财务部事工报告。2023年。财务部定伫12月31日，结关，请兄弟尽量伫12月24完成。补充报告。时间无啥济，我来用这个头表演过用这个较讨喜的活动来吸引这个社区的朋友。咱教会本来小组吼，拢去支援咯吼。毋茫讲你嘛当招朋友去啦。虽然因是对社区的朋友，但是你嘛招朋友讲来去学演一个，来甲这个小组来协助吼。因有办这个活动，你看哇，有小提琴，咱招咱教会这歌手去支援，也有演奏，也有演唱的吼。各种的活动就对啦吼。是拜五吼。过来，圣诞节足要紧哦，后礼拜咱至少爱边遮的人吼，哇，应该加一倍，因为咱一场礼拜尔，所以咱以后爱拜好，无你若无较早入来坐无位哦，咱即马教会是要用即款的啊。咱最近即几礼拜有咧呼吁讲准时就是提早到。再念一句来，准时。嘿，这是咱的即马新的文化。第二，咱后礼拜要准备一个足精致的午餐。若来人伤多也是伤少拢麻烦。伤多无够食，伤少煞便当剩遐多，毋知要安怎吼。所以请若讲有新朋友要来，甲咱的小组
甲咱的团客，也是甲咱的办公室讲啊，阮有要找2个朋友来哦，甲阮登记一下，啊，阮人按人数安尼吼。好啊，过来吼，咱拜年底12月29拜5暗，吼，咱年底的年终祷告会，我望讲爱坐上遐尼济人，表示咱对上帝这种信心，咱要为过去1年感恩50开始安尼吼。过来，哇，这看到这个喙烂小可会流啊！这是咱遮的教会20几位的志工以赛亚牧区的吼，因安尼用足侪时间来切遮的白玉萝卜，啊，搁来腌制，搁来放料落去吼。啊，讲这哦配糜配饭拢足好食吼。啊，讲我看迄字搁写讲，迄会退火咧吼。啊，这白玉萝卜吼是无方便摕到的，是咱的庭珍姐的故乡，迄是美容的正产的吼。啊，无毒的清气的啊，所以楼骹伊一摆做到遐侪罐啦吼，啊，身体的生涯吼，听讲有人订规箱的啦，吼，一罐200块，啊，一箱偌济啊？啊？周年的你敢知？吼，50周年吼，真宝贵哦，感谢主哦吼。好来，搁来是咱圣达福音书刊吼，咱无论接伫周报，啊，咱楼骹嘛有，就是鼓励你讲，啊，牧师叫我都爱传福音嘛，我都甲这福音单传到我的厝边就好啊，吼，也是阮的大楼的信箱啊，我好朋友就甲录落啊。这福音特刊，啊，佫有即个手册、小册，欢迎咱大家来宣传吼。好，啊，咱到遮，啊，咱为着遮的新受洗兄弟继续替因祈祷哦，吼，啊，恁持续啊，即个敬拜上帝的生活。好，咱来做结束。上言请起立，当心来用上言，是我391篇俄罗天顶主宰，伊是面，人人的普天，人人的普天的，当心俄罗上帝，俄罗三位一体，白行诚信。阿门。咱同心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实的相通扶持恩传，甲咱所有遐日姊妹三甲同在，特别甲今仔日新受洗更新的信仰告白兄弟三甲同在，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哈利阿门，阿门。咱请坐灭祷，咱请圣歌队来唱祝福的诗歌。咱诗歌唱了，咱各小组咱受洗兄弟要翕相，才甲道情安尼。咱第一堂礼拜结束，请各位兄弟互相请安。好，来开始要翕相的，赶紧排队哦，请有中级来甲伊指挥。